出有我嘅藍色色調，何謂 Zone OS 同你一齊睇？由直播到屏幕，呢個係一個寄予網路嘅夢想，以數字方式向世界廣播，然後走出去掌控節奏。Speed OS 穿越陸地，湊真框架中嘅鏈路功能，玩盡人生贏得遊戲。呢個係環境方式，係我哋業嘅方式，讓世界入完美嘅軌道。從電視屏幕到手持發光，一切都好快，一切都喺度流動。一個生態系統，100萬能鑰匙，由 Editor 由 Lens 建造。係個係改變電火，揾到操作系統喺夜間飛行。Windows 定係 Linux， 再定係更多原生性能，我哋已經打開咗大門。拎起平板感受設計 ，Flow S 零界面日生快，觸摸未來不負速度。你需要嘅一切，你需要嘅一切，讓世界之間嘅跳躍的永遠唔息嘅光芒，跨越每個平台，通過數字空地快速瀏覽器，喺電話入面快速瀏覽器，喺台面上面快速瀏覽器，係你喐對，窗戶係開住嘅，速度係絕對嘅。呢個係環境方式，又喺我哋以及嘅方式，讓世界進入完美嘅軌道。從電視屏幕到手持發光，一切都好快，一切都喺度流動。一個生態系統，100萬能鑰匙，由 Editor 由 Lens 建造。視野嘅地平線，道路速度，適用於重載嘅混合動力路動嘅觸摸，仲有 Fast Motion， 適用於一切。環境始終開啟。